但那是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呢，即马已经解除，也毋过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提醒大家也是爱注意落大雨的情形。来看这条丹那西风台呢，伊是120年来头一个登陆嘉义的风台，这嘛是伫1986年维稳风台了后，第二个对中部以南登陆的中度风台。台南嘉义大卖场的空棒，未堪你风安尼线，规矩怎断去？风台丹那西为台湾西南海峡上北，一直到风台登陆进前，强度还阁一直在增加。本嘉南沿海平均的风力有到13至16级，登陆了后，云林口湖甚至出现17级的强阵风。台南是透风落雨，路人会当看到烟架放起、树仔倒去，叫菜无用咧救防锁线指挥交通。咱若南区有点新店的布棚，是规个吹甲变过。后家的心情真无奈，不过家在人客是拢平安。咱就讲啊，无要紧，咱今仔算迄个啊，算交代啊。伊无也无受伤，咱就做伙去运啊啦。丹那西是120年来头一个登陆嘉义的风台，嘛是从1986年维稳风台了后，第二个为中部以南登陆的中度风台。气象专家表示，丹那西的路线是属于第9类，敢若占所有风台内底的6.7%，相对是真罕见。在南海深层走台湾海峡这种路径，它大概只占了大概6.7%。以过去所有侵袭台风来讲的话，大概只有16个台风走这样的路径，所以算是真的是比较少。为7月初5开始至初7的10点50分，累积雨量上济所在伫屏东县牡丹乡有633毫米，排第2是西仔乡599毫米，第3是台东达仁乡578.5毫米。风台中心已经伫拜一透早6点左右出海，气象署嘛解除本岛陆上的风台警报。台风离开，它的外围环流还是带来一波一波对流云系。早上在台南、高雄还是有明显的降雨，而目前也看到还是有一些云系移进。至于现在在西北部陆地也有明显的降雨，当有红色回波移到我们上空的时候，就可能带来瞬间的强降雨。虽然丹那西风台伫登陆的时阵，结果有因为中央山脉受损断，风台中心嘛偷偷离开台湾。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各地也是可能会出现低温时强降雨，提醒民众多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